下来我们一起信仰告白，一同以使徒信经同心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团。大家平安。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来赞美我们的上帝，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我们一起开口来赞美他。我们来唱这首《我心赞美上帝》。我心赞美上帝，我心赞美上帝，自由拥有上主，天地万物交互回应，赞美上帝生命，天月林木水泉，穹苍大海高原，彰显上帝荣耀全能，慈爱公义完整。我心赞美上帝，我心赞美上帝，世上众人的主，天中飞鸟同声齐鸣，赞美上帝生命，溪水草地青翠，花开皆是累累，阳光普照亮，风吹拂，诉说慈爱天赋。我们再从第一节唱，我心赞美上帝。我心赞美上帝，自由拥有上主，天地万物交互回应，赞美上帝生命，天园林木，天园林木水泉，穹苍大海高原，彰显上帝荣耀全能，慈爱公义完整。我先赞美上帝，我心赞美上帝，世上众人的主，世上众人的主，空中飞鸟同声齐鸣，赞美上帝生命，溪水里草地青翠，花开皆是
你是配得我们赞美的。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我们要将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你。我们来唱第3节，我心赞美上帝。我心赞美上帝，天下一家的主，纵然邪恶战士横行，公义最终得胜。神国降临，神国降临，世上仿佛在天一样，普天之下合为一，荣耀归于上帝。神国降临世上，神国降临世上，仿佛在天一样，普天之下合为一，荣耀归于上帝。普天之下，普天之下合为一，荣耀归于上帝。主你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要无时无刻开口赞美你，我们要唱歌跳舞赞美你，我们要大声欢呼，因为你是永远得胜君王。让我们一同起立来赞美我们的上帝。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自由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们向旁边的人说，很高兴可以跟你在这里敬拜。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再从头开始，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主的喜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救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我要赞美，
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主，再次我要赞美，我要赞美，无论错事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哈利路亚，请坐。我们来安静我们的心，来感受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让我们透过诗歌感受神与我们同在。藏我在，藏我在翅膀荫下，遮盖我，在你的人手中。藏我在，藏我在翅膀荫下，遮盖我，在你的人手中。当大海，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扶你人主望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灵安息，我灵安息，在基督里，你的恩使我安然信靠。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扶你人主望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当大海翻腾，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扶你人主望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要安静，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要安静，知你是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是青年主日，我们要为了本会的青年来祷告。主啊，虽然他们对你还没有很深的认识，但他们愿意奉献他们的才能来服侍你。恳求你祝福他们，不管未来在哪里，
都能有一颗爱主你的心。求你指引他们应走的道路，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们将这些的青年的未来交托在你手上，相信你必亲自带领，让他们成为教会的精兵。也愿你赐下你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也与我们兄弟姐妹同在。这样子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平安。来，让我们来朗诵启应文。愿我们的年轻人以信心回应神的呼召，兴起发光，为主而行。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让我们以热诚的心，殷勤侍奉，在爱中彼此造就。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当世界迷惘、黑暗笼罩，我们当刚强壮胆，持守主的话语。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愿我们不被世界影响，乃是靠主得胜，成为荣耀的器皿。不可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被惧怕拦阻，靠主奔跑不疲倦。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愿我们的生命为主发光，见证他的恩典，带领更多人归向他。你们要在光明中行事为人，像光明之子。愿主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使我们一生荣耀他的名。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坚立。我们愿意兴起发光，为主而行。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大小事。本周为青年组日，感谢每一位周二青年学生的预备及彩排，愿他们在爱中侍奉主，也在爱中得着更多能力与受祝福的恩典。欢迎国中、高中、大学学子踊跃参加每周二晚上6点半的青年聚会活动。请为今年的毕业生代祷。国中王静瑶、林宗南、张嘉云、吴嘉丽；高中林云锦、郭云彤、王博祥、吴家威；大学高嘉欣。下主日6月15为本会第3次圣礼典，会中举行成人洗礼，陈怡静、落户转籍、唐慧君、陈瑜佑；小儿洗礼。魏家亨，请关心代祷。该主日台华语聚会合并礼拜，会后小组正常聚会。6月15礼拜日上午10点到12点举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教160周年纪念礼拜，地点高雄凤山体育馆。请已报名的兄姐于上午6点50在大桥车站集合出发。本会蔡尚恩神学生6月18礼拜3上午9点于台南神学院颂音堂举行毕业典礼，欢迎有意参与同工兄姐于当天前往参加祝贺。
2025暑期儿童营定于7月1号礼拜二到7月10号礼拜五举办。主题：奇妙之旅，在爱中成长。时间：晚上6点到8点。对象：升小1到升小6。费用150元，材料费、点心费。请扫描底下 QR code 连结报名。让我们一起来读本周的金句。无你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就你讲话伫社地，伫仁爱，伫信，伫兴趣，做信的人的朋友。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在太前书4章12节。好，接下来我们请青年诗班来献诗，献的歌是赞美之选。
圣经经文提摩太前书4章10至12节，为着即个，咱出力着磨，因为咱的仰望在地真我的上帝，伊是众人，特别是信的人的救主，伊着将遮个代志互宽免甲教示，毋通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着伫讲话、行做、听心、信心、纯洁，做信徒的模范。提摩太前书4章10节至12节，我们的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他是人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你要嘱咐和教导这些事，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接下来请我们的牧师为我们的孩童青年祝祷。好咱我们在请小朋友上台以前来，我们先请小朋友一起上台我们也请所有的年轻人一起上台为什么呢？因为牧师要给咱介绍这些青少年来，我们请小朋友先到你们小朋友到台前这边，后面给大哥哥、大姐姐，好不好？好，来。咱真感谢上帝互咱这些青年因会当做伙来参与伫咱今仔日的事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是从来没有一次有些有啦但是大部分他们都是第一次参与今天的侍奉。那他们多久前就开始预备了？其实大概2个月前就开始预备，从讲话，从整个的仪表。都是由我们的子安跟子轩在陪伴当中，帮助他们认识整个的礼拜流程。所以牧师伫遮介绍，因有的长妹是上班伫夜市上班到3点才来到伫教会休困所以咱搁一摆甲因抱声，甲因鼓励一下，好无伫这内底我感觉，当然这阳光毋是干那归伫因，上重要是上帝。互咱有疼心，嘛互因愿意接受这个主的疼，互因伫这个所在来得到祝福所以咱就爱常常为因来祈祷对我这边这是嘉伟就是堪你也手一个嘉伟就是迄当时堪中南、堪中选三个青年来到伫咱大桥教会，所以嘉伟嘛是每一摆伊也来拢是带着祝福的福音去邀请朋友做伙来，所以伊的朋友伫倒位？博祥博祥呢，伊本身伊爸爸是回教徒，所以一开始要来教会讲安那呢？我牧师你毋通甲我的爸爸讲，但是伊足愿意来，是因为伊感觉伫遮有温暖，伫遮有人会当听伊甲伊做伙讲话所以感谢上帝，今仔日咱看伊咧表达的过程拢真好头前这位碧荣举手一个他拄仔这台语圣经念了有好无？有啦所以后摆咱若事奉咧念台语的圣经，马上邀请伊真感谢主，伊拄仔嘛伫咧过程中间讲，这牧师这个节奏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咱嘛毋通甲因怪啦因嘛真辛苦，这家话平常时人家拢足正常今仔日但是伊伫遐足紧张，伊讲伊足紧张的啦拄仔碧荣嘛伫边讲，牧师要不要换？我说萨满家先不用，享受在敬拜里面。嘛感谢主，咱拄仔伫敬拜中间拢真顺嘛真欢迎碧荣碧荣举手一个，阮熟悉一个伊即马高3要毕业你应该要毕业未啦高2啦伊就是伫即个四海游龙，伫咱迄八方云集，我无伫遐咧买啦八方云集伫遐咧上班，所以伊去上班了这拢是因为这青年拢伫上班的过程中间，生命拢开始成长，但是牧师嘛拢时常鼓励因着爱好好跟人建立关系，嘛伫信仰上伫知识的顶面得到祝福啦好这个云锦云锦跟云彤云彤云彤靠前一点云彤云彤接下来后面举一下手，刚刚打鼓木香鼓啦云彤，那他本身也是准备要当兵啦也是要当兵，有几个要当兵？3个，碧荣、博维还有嘉伟跟云彤，博祥
他们都要当兵啦吼，所以吼咱嘛要祝福因吼。啊，我甲因讲啊，恁去做兵了吼，啊礼拜日周末敢会来？伊讲会啊，我们还是有休假啊。哦，所以咱感谢主，咱大桥教会过去无清廉，但是咱愿意陪伴。我相信因生命拢不断咧做改变啦吼。啊，静瑶啊，咱应该拢真熟啦吼，嘛是这段时间这半冬以来吼，嘛因为爸爸愿意互伊会当来到伫教会，啊嘛当伫教会伫吉他啊，前一阵仔我甲伊问讲，你伫教会除了弹吉他，你阁有想要创啥？伊讲我想要弹琴，我想要拍鼓。所以吼，甲你边个兄弟讲吼，青年你著爱鼓励伊来教会，青年来鼓励伊来教会吼，伫教会伊是有主的听，是会当用伊的能力来奉献予上帝。所以咱教导因、帮助因来伫着祝福啦吼。好，啊，咱搁一摆嘛，甲子安、子轩感因说多谢啦吼，拍婆感因说多谢啊。好，讲谢谢大哥大姐吼啊，因为子安、子轩因嘛伫到6月底嘛要暂停咱教会伫陪伴青少年的工作，做一个休困啦吼。咱嘛伫祈祷中为因代祷，求上帝带领因头前的道路吼。咱搁一边来为着这些细囝。好，每一个小朋友，还有小叔的2个儿子哈，好不好意思，牧师记忆力不太好，叫做全林跟全恒，晨曦，好晨曦，好，小叔在后面，小叔在那边，小叔在那个全家，他这个下课时间他就在那边卖这个什么可丽饼哦，你袂歹，你知影妈妈咧卖啥哈？哦，我有吃过哦。好啦，咱这几会，咱这个一拜感恩祝福哈，咱这位来祈祷，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感谢赞美主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由这一群年轻朋友，他们愿意的心，是因为他们接受到、领受到上帝的爱。求主你也帮助他们，在前面的道路上，他们需要更多我们为他们祝福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生的当中，在我们四周围有许多年轻朋友，有许多在灵魂生命里面，他们盲目的不晓得在未来的道路该如何走的时候，恳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更多的陪伴，更多的祷告，更多在神里面的呼召跟使命，差遣我们出去，能够为主你去收割更多的庄稼。恳求神带领这些年轻朋友，在他们成长的路上，也恳求神赐给他们智慧，让他们学习在祷告里面看见神与他们同在所带给他们的生命盼望。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让我们一起在祷告里面看见神的荣光，祝福我们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好，谢谢你们，好，谢谢你们，来，请坐。谢谢。牧师伫遮嘛，简单吼，甲咱介绍。今日咱嘛有一个今日咱嘛有一位新朋友，就是咱的庄老师啦吼。庄老师，我们拍手欢迎他啦吼。那谢谢他今天的参与。那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同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我们再一次同心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爱，是那么的真实、长阔高深，成为我们生命的引导跟力量。主啊，我们不单单领受神你的爱，我们也愿意活出你爱人的样式，也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在使命的呼召里面来为主而活。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懂得去分享福音所带给我们生命的吸引力，也带给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圣灵加倍的感动，让我们学习引领人来亲近主，让我们学习用神的话语来兼顾我们生命的道路。求神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都满有神的平安与喜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有 PPT 那个简报笔。好，不好意思，我以为是我儿子要拿给我。你要落去无？好，不要紧，你起来就好。青少年我觉得不只是青年如何在认识信仰我觉得在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侍奉服侍神，都是一条用爱在经历神的道路。好，每一个人的侍奉服务，我们都是为了因为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
牧师时常分享，我以前我不是一个乖孩子，我以前我是一个叛逆的孩子，可是因为受到别人更多的关爱跟陪伴，甚至原谅，让我的生命更明白我应当要走什么路。所以我也时常分享，我们的神学生尚恩是我的高中同学，可是我们最后，我们以前曾经在课堂上，我们是打拼、比拼呢，看谁成绩比较好，看谁能够在我们学识上、知识领域上得着更厉害的生命。可是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服侍神，我们可以侍奉神，也因为神的爱，让我们重新连结在一块。所以我非常感谢上帝，当我们能够在神的爱中一起侍奉，像今天我们这些年轻朋友跟我们一起服侍神，我相信这是一个爱的起点，对不对？对吧？好，所以今天的牧师大部分用这个华语啦，用华语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也期待我们这些年轻朋友他们能够听得懂牧师所讲的道。好，那今天的主题叫做青年如何怎么在信仰当中成长，对不对？那如果青年如何在信仰中成长，我们要了解，其实也是会有每一个人进到上帝的教会里面的人，我们应当要如何在信仰当中学习成长。好，谢谢你哈，我知道你很想要站在台上哦哈。好，大家好像会受到影响哈，所以还是要把它带离。好，那其实我非常感谢神，让我的孩子他不畏惧人，因为我觉得这是好的。好，这是好的。好，那今天牧师用这个主题，不单单是青少年，也是为了所有的信徒，每一个进到神教会的人，我们都应该要认识，在信仰当中我们是怎么成长的，那么我们才会知道福音所带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都是在爱中被爱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主的教会里面，我们学习更多的谦卑，更多的顺服，我相信你会得着能力。所以我记得这个嘉伟本身他以前他其实做过很多这个很丰功伟业的一些憧憬啊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呢，牧师时常都在提醒他，你不可以这样走，你这样走很危险但是我相信他都听进去了，因为他知道他正在与他的生命做很多的对话。所以呢，我相信当他愿意来到教会，在人的面前，相信有一天他长大以后，他会发现过去牧师曾经对他说的话是真实的，他正在慢慢在经历。所以呢，过去曾经有人告诉我说，牧师，这样的人可以在教会侍奉吗？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因为我大用点点哦，我不是上帝。我没当回答，但是我感觉侍奉上帝的人，就像刚刚牧师讲的，我们一定要预备心啊。所以刚刚牧师在下面都在看他们，有说微笑，要微笑，为什么？不要怕，紧张没有错，但是当你的心中有神、有上帝的话，你会发现你侍奉起来就会怎么样？就会喜乐呢。好，我们面对的是谁？我们敬拜是为了什么？我们是敬拜神我们不是在拜人我们也不是在作秀我们是在跟神面对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站在台上侍奉的时候，虽然有底下的人在看着你，所以当时候我就告诉我们的同工2位学生说，放轻松，你是在敬拜神，放轻松，他自然就放下来，然后开始慢慢的在对话，我相信他的生命在对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今天这个版面有点跳掉圣经里面提摩太前书，我们今天所看的4章第10节到12节的前半段说什么？他说：“你若提醒弟兄姐妹这些事情，就是基督耶稣的好仆人了。而且在信仰之道上面，你所遵行的美善教导上面得了造就。但你要弃绝世俗荒诞的传说，
要训练自己做一个敬虔的人啊。锻炼身体益处还少哦，但是敬虔的生活万事受益。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个受益是什么？这个受益不仅是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更多丰富的祝福，而且是让我们更明白后面有一段话叫做拥有今生和永世的应许啊。这话是可信的，值得完全接受的啊！我要讲这段话，这段圣经节，为什么我要分享？因为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是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这个年轻的同工，告诉他要怎么样，要锻炼一个叫做敬虔的生活。所以在座的每一个年轻朋友，他们虽然都不曾在教会侍奉神，可是他们今天侍奉神的重要的目的，是在学习生命当中信仰上面的敬虔。他们学习从中去明白，到底这一群基督徒教会的人他们在干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到教会，我们要明白今天我们所认识的信仰，我们的信仰要怎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熟。我们要明白信仰它不是一个轻松的路啊，但是值不值得走？值不值得？大家还在想说，我到底值不值得啊？值不值得？值得哦。要怎么样值得？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神的话。今天神的话说什么？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了这个啦。我们在这边侍奉预备，就是为了这个啦。这个就是敬虔的生活啦。因为我们的指望是在乎永生的上帝，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他说是万人的救主。上帝的救恩是给基督徒的吗？请问是只给基督徒吗？不是，是给万人的。但是所有的人都愿意相信接受吗？并没有。但是对于信徒来说，绝对是。所以他说更是信徒的救主。也就是说，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劳苦在教会里面付上那么多的时间代价，礼拜天人家都是睡到很晚的，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礼拜天这么早起来侍奉他、敬拜神，还要拿钱来奉献？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付上的劳苦努力不是白白的，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永生，我们的指望是在永生上帝上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段圣经节提醒我们，上帝爱每一个人，而不单单只有相信他的人，甚至要让每一个相信的人更多的去明白，我们是有指望的一群。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年轻人、年轻朋友，他们为什么难以接受信仰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什么啊？我很努力啊，但是我没有看到神在哪里啊？你们有看到神在哪里吗？应该还没有，有些时候我会看不到。刚刚我想要说，在上面，在哪里？4楼哦。毕勇他说神在4楼哦，神在4楼，为什么在4楼？不知道。好，很多年轻人他们认为我也很努力，但是为什么神好像没有帮助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年轻人不是将来才要侍奉的人。他们是现在就在承担使命的一群人，所以我们要去帮助他们，让他们明白上帝如何帮助我们。我们都已经信主很久，可是我们却很少去分享，告诉他们我们怎么在经历神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很多年轻人他们正在学习怎么去经历那一位爱人的主。所以当我们说上帝是爱，教会是讲爱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怎么在祝福更多的年轻人，而让他们认识我们所认识的神。有人曾经问我说，乌克兰是一个基督教国家，那为什么上帝还要让这个国家遇到灾难、战争的灾难？几年了？3年半哦，3年多了，3年半哦。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最近有一个新闻？乌克兰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无人机进到他们的飞机基地里面，而且炸掉了几乎将近是一半的飞机空军的战力哦。
花了多久的时间？你知道吗？很久，他们都在部署跟预备。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教会我们在做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是需要超前部署。如果我们没有超前部署的能力，我们就是固步自封，我们就没有办法向前迈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要知道，信耶稣、信上帝这个价值是什么？这个价值不是一个轻松的，而是一个需要付上代价，因为那是值得走的道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了此。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圣经我们今天有看到另外一段话，第4章第10节的后半段，他说什么？来，绿色的部分我们一起来念哈。来，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我们要知道，他是万人的救主，也是信徒的救主。我们要知道，信耶稣是认真的吗？你信耶稣有没有认真啊？你相不相信啊？万人的救主，耶稣是不是万人的救主？你相信吗？如果你不相信，好，你不相信，你就没有办法体会到后面那一句话，更是信徒的救主。所以保罗他特别提醒提摩太同工，告诉他，你要去教导，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所信的。我们虽然付上很多的劳力、心力，可是看似好像还没有结果。可是我们要不要努力？要不要努力？要。所以每一次我记得当我看到这些年轻朋友，其实我心里面，当然有一些时候他们有时候做了什么事情，我会难过，有时候会伤心。但是当我每一次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去认识神所教导我们的功课跟真理，我就更明白神要我们好好的爱他们，帮助他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年轻人时常会难以接受信仰？是因为如果神是万人的救主，为什么世界上还那么乱呢？当我看到乌克兰这个国家，他们的领袖，泽伦斯基，他怎么样靠着信心带领的国人，不管世界怎么看，他总是怎么样？据以力争啊！争什么？争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而且是一个公义与不公义的事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生存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当我们生存在教会在接受领受福音的真理里面，我不晓得你会想要如何站在福音的真理上，去明白我们生命所应当走的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信仰会不会成长？如果你好好去认识这个东西，你会发现信仰是会成长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信仰它不只是放在心里面，我们也应当去教导别人。今天的圣经节11节说什么？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去教导人。刚刚牧师有讲到4章6到9节都在谈的一个很重要，叫做敬虔。所以保罗他特别提醒提摩太，你要去教导人，要学习敬虔。好，所以敬虔要怎么来？就是要教导他应当做或不应当做。但是要怎么做？这个就难了。我们来看一下原文圣经吩咐跟教导，它的意思是什么？吩咐是带有权柄，而且是认真的劝导。咱可以讲欢呼不是否定这个人我们要懂得知道，我们吩咐教导，我们为什么现在人不敢吩咐也不敢教导？是因为我们怕得罪人其实并不是。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明确的教导我们，我们要重视人生命的帮助，就是你要去教导他，让他去明白，知道怎么样。OK， 你先下去，慢慢走。这个也是一种挑战我现在很想要问我们年轻人嘉伟嘉伟，你觉得现在牧师讲话，你会听的比例，会接受的比例
比以前有没有更多一点？9比1变7比3。9比1变7比3，对，什么意思？要不然你成10句话我只会听1句，现在你10句话只会听3句。哦，不错哦。以前听的话是10句只听1句，现在是7句，10句话会有3句话，有没有提升了？感谢主，谢谢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人的关系，他跟我很熟，我跟他也很熟，可是并不是很多话他愿意听，可是至少原本是10句话只有1句话，他现在是10句话有3句话，好，至少愿意听。所以我觉得感谢主，这对我来讲是一种安慰。可是如果像我们在家里面我们看到孩子如果他们1句话都不听我们的话，你就怎么样？你也气不啦嘞，有无？你也开始生气。所以我觉得神教导我，让我知道要更多温柔谦卑的心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多温柔谦卑的心，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年轻人难以接受信仰，是因为什么？为什么你们基督徒怎么一直要管我啊？我们要面对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的信仰里面总是好像教导要有规矩啊，要有规矩啊？特别我们对于反感，就是吩咐的话语，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我们都很反感。有些时候连基督徒也是对吧？但是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都希望在信仰里面的自由、感性跟自由度，我们不是被规范的。但是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真正的教导，它不是压制的，它是要引导人去明白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父母亲教导孩子，我最近有一个非常深的体验，就是对待我的孩子，我不能够用一个刻板的印象去规范他。像我的孩子刚刚乔恩，他从刚刚上来，然后可能应该有一群人，大家都在想，牧师怎么做？会命令牧师娘把他带走，还是怎么做都有。传统型都会这样。现在我妈妈我叔妈没在家那我叔妈一定等一个你囡仔哈个安尼有可能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种规范。但是这个规范，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用爱在关心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其实信仰如果太过于老旧，太过于限制，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也就是现在年轻人他们所在看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信仰不是跟不上时代，而是信仰可以提供一个我们生命应当遵循的一个永恒的方向。所以当我们在陪伴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未信的人，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明白，到底信仰所带给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我们的信仰给我们的是什么？是真理还是假象？还是你自己所想象的？各位弟兄姐妹，信仰是真理，需要有真理啊。如果信仰没有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就没有办法在你心中成为是像福音一样，带给你祝福，甚至让你明白要怎么去教导别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牧师跟大家分享，信仰不是一个轻松的道路，但是它值得走下去的。圣经里面他特别教导我们，不可来，我们一起来读来，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牧师也要鼓励在座每一个年轻朋友，把这句话背起来。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什么是言语？讲话要怎么样？其实圣经里面一开始就讲到，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代表什么？年轻人可不可以发光啊？可以呀。所以年轻人可不可以侍奉神？可以呀。为什么侍奉神一定只有长子？是不是？但是我们要教导，他们可以侍奉神，但是我们也要陪伴他们，要教导他们。不可叫人小看你们年轻，这是代表着圣经里面提醒到，不要以为自己还年轻不能做什么，神一样可以用你去影响别人。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年轻人站在台上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不错呢，跟美迈呢，那你就会感受到怎么跟我平时
带给我的是不同的感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哇，我们要时常为我们的教会，不管是华语礼拜，今天我们的姐妹唐医师姐妹她因为今天带着孩子回到高雄，唐医师她时常跟我讲一句话说，牧师，我要一起来侍奉神。我就说，那你侍奉神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他说他看到2个青少年，让他很感动。他说什么？他看到钟南，看到静瑶。他说他的孩子有老2是国3生，跟他们一样。可是他的孩子没有在教会侍奉神，他自己非常爱上帝。可是当他看到自己的孩子因为缺乏陪伴跟教导，不是缺少陪伴，缺少教导他更多的对神国度福音的事工，甚至更多的认识神。所以当他看到2个，他们都是从未信的而进到了教会，甚至看到了他们在这边侍奉神，他心里面非常的喜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这个姐妹她分享这一段话的时候，我更清楚知道，每一个年轻人进到教会都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今天我们有原住民朋友亚瑟，他们昨天晚上几点来？不是，他们在晚上11点40。妹妹跟这个给树，是10点14分。昨天晚上。当他们全部的人都到齐有些人还没到，我就在想，糟了，2楼这么小，怎么做人啊？怎么住人啊？他们就说原本要在这边打地铺了。我说这边不行，这边是礼拜堂。可是我就想到了，教会有一天会容纳不下，我们要开始要好好的去传递福音，我们也要好好去规划，要让教会做好的预备。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年轻人是可以发光的。我们看到每一个年轻人，他们付上代价是有价值的。所以中南静瑶，你们是非常棒的你们去到学校要好好邀请你们的朋友跟同学。好，所以佳丽就是这个唐医师的儿子，你们要多一点关心他，多一点鼓励他。说什么？需要去班级去找他？你看他讲的就很好，我就很想要这么做。可是这句话是从谁身上讲出来的？嘉伟，他很有动力他说就是要去去他班上找他难的。所以年轻人是可以发光的。第2个，说话要什么？要像信主的人信主的人，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年轻朋友，你们要学习你们的话语，要像真正有相信上帝的人。我们不是作秀，我们是做的是真实的信靠主的人。什么是说话像信靠主的人？信靠主的人有没有力量？信靠主的人会不会有喜乐？信靠主的人会不会有信心？信靠主的人会不会害怕？会害怕，怕什么？就是会害怕害怕了怎么办？请问一下，信主的人害怕了怎么办？我都没人知道。Oh my God！ 对，我的主啊，呼求神啊，我的主啊 ，Oh my God！ 你在哪里呀？各位弟兄姐妹，这不是一句我牧师不是随便讲的这是真实的。信主的人，他的心中是有神的。信主的人，他心中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说话，他要对他的说话负责任啊！不是我别讲啊，不是讲你虽然讲你有听得住不？你爱上帝吗？有，我有爱，但是我好怕。你在怕什么？你的害怕就显露出了你没有神。但是我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有怕的时候，我也会怕。牧师不是不会怕，牧师也会怕。但是当我怕的时候，我们要去想的是我们该怎么做。所以刚刚学生说 ：“Oh my God！” 我就真实的对我的主啊。虽然这是如果俚语的话，这是一个什么不可思议的，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真实的。第三个，咱来知影吼，咱信用要成长吼，行为爱安怎？行为就决定你的见证啊，你的生命力啊。你的行为是什么样的行为？如果刚刚我们继续延续刚刚的这个话题，如果你害怕，那你继续害怕，你也不想要再去改变你的行为啊，算了，刷去，害怕那也是我的事情，也不关你的事，对，没有错。但是这跟你的生命得不得救有关系呀。如果你害怕了，你还会信神吗？不信神的人，你还相信主耶稣救你吗？啊，你不相信主耶稣救你，那你怎么会得救呢？你如果不相信耶稣会救我们，我们就不相信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你有得救吗？你就没有得救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行为决定了你的见证能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见证？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什么见证，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荣耀神，去见证神的能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学习真心的去爱，活出信心。爱人跟信靠人不是嘴巴说的，而是要活出真正的信心的盼望。我时常在鼓励我的孩子，虽然他们还有很多需要调整跟学习的地方，我不断的在鼓励他们说，你们在学校里面，你们有没有在关心朋友？有没有在爱你们的朋友伙伴？我时常听他们在讲话。最近我的女儿突然间讲了一句话，她说我去。我说你要去哪里啊？我想你们应该蛮常讲的，我去，这什么东西？大陆的那个很自然的口头的语言，对不对？很惊讶。可是我去，我听到我女儿这样讲的时候，我说不 OK， 我就说木恩，这句话不是一个很好的语言，因为它表达了一个人的心里面的有一种愤怒、无奈、不喜悦，所以不屑，对，也是一种不屑，看不起。好，所以在那当中，我发现我们的孩子在外面的环境，他们正在接受很多不一样的语言。可是，在那当中，我就告诉他说：“孩子啊，你是神的儿女，你要好好的把你的言语，在你的朋友周遭当中，去带出神所爱的样式，而不是去学习别人所用的不好的语言。”我甚至还跟他们讲说，你们最近还学到什么？他们就开始跟我讲，好，相关的什么 V 啊，对不对？好，要注意哦。当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可以学，牧师不是说你不能学，但是你要学的是学什么对你的生命是有帮助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真心去爱，活出信心，是要我们真正的从行为、讲话、生命里面真正去活出来。我们对自己所要表现的生命要有信心，不要害怕。好，所以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基督徒。最后，我们的信仰生命要成长，就是要让生命干净，要有洁净的心，心不要被污染了。什么是心被污染了？情欲、感受，还有你认为，注意哦，你认为没关系，你就要好好的回到神的面前，主啊，让我学习安静自己。这件事情真的没关系吗？可以这样做吗？是你喜悦的吗？我们求神怜悯，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有许多的诱惑，但是我们要学习保持一个清洁的心，生活的方式才是一个好的榜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所关心的年轻朋友，我们不只是关心年轻朋友他们的未来，我们要懂得怎么样与他们同行，而不是对他们怎么样说教。来，我们一起来读啦，一起来念一下，我们如何帮助年轻人的信仰，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来与他们同行，而不是对他们说教。好，所以这个很重要。第二个，鼓励他们
发生，而不是否定他们的挣扎。有些时候，年轻朋友他们正在挣扎，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不用怕，你们试着听看看他们在想什么，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他们的想法是这些问题，你就会更知道要怎么样寻求其他的方法来帮助他们。第三个，来，我们一起来给予他们舞台，而不是设限他们的行动。所以我觉得教会提供给这些年轻朋友，鼓励他们来到教会，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投入陪伴跟教育，还有帮助他们的工作。我相信这个社会这些年轻朋友在他们成长的路上，他们会感谢上帝在我们当中所给予的爱。那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祝福。教会，我们一起来念好，来，教会要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家，让信仰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不是最后一条路。什么是最后一条路？这人最后翻车啊，无路通行，较行来教会啦。虽然有些时候真的是会变成这样，但是真的不要到最后，真的只能成为他们最后一条路的选择。好，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要让教会真正成为每一个人第二个家，让他们学习敞开他们的心来接纳耶稣基督。这个时候，牧师想要带大家一起来唱一首歌，我们坐着唱就好了哈。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觉得上帝不只是观望，看我们人生的重担，担负我们的重担，他也邀请我们卸下一切的忧虑跟重担，把我们每一个人，包含年轻朋友，你们可能正在面对未来你们所要面对重担的道路。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是否现在是感到疲惫，是否也是在水深火热当中在挣扎。但主耶稣他愿意等我们，他的恩典不会离开我们，他的应许也不会离开我们，他只需要我们敞开的心，不要带着伪装，不需要。你只要敞开的心，不是靠自己的刚强，而是靠上帝的能力。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去爱一个我们无法爱的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爱你到底。也邀请我们每一位年轻朋友哈，大声来唱了哈。来到主前，与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耶稣，我来敬拜你。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来。和应许，水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我们再次再从头来到主前，卸下一切忧虑重担，耶稣，我来敬拜你，疲惫的心在你里面重新得力，耶稣，我来敬拜你，全心相信你的恩典和应许，水火之中不离不弃，全心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愿你一生，我愿一生爱你到底。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祈求，为着教会每一位年轻朋友献上感谢跟祝福。上帝啊，你认识他们的心，
明白他们内心对未知世界的害怕跟恐惧。你也知道，你也看见他们对爱、对生命方向的渴望。我们恳求你，用你不变的慈爱来坚固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在追求生命成长、信仰的道路上，不再迷失自己，而能够从你所设立的教会、你所爱的圣殿，从里面每一个基督徒朋友、信徒，能提供给他们更多从你而来的爱、认识的真理，教导他们，陪伴他们，甚至愿意让他们的生命带到神的面前来更多认识你。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陪伴当中引领他们前面更多蒙福的生命见证。主啊，我们知道这条道路是修剪的道路，是充满了许多的挑战，但他们的生命能够在你的面前得着生命的真理，得到生命正确的方向跟引导，不被虚晃的世俗眼光所迷惑跟跌倒。我们相信这能够让他们的生命更完全，更得蒙神的喜悦。主啊，我们也要为教会每一位信徒、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求你激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颗关心青年朋友的心，不是论断，而是陪伴；不是压力，而是鼓励。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让教会成为一个真正充满主爱、可接纳人、满有喜乐、满有温暖的家。奉主的名来祷告，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奉献的诗歌。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你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念奉献宣告祷告文。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为生，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愿主的爱常常与你们同在，使你们的信心得到坚固，信仰生命在领受真理的里面得到成长。愿主的平安喜乐伴随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多谢因吼，今仔日参与的事奉，牧师头拄仔会注意。